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唔係呢個項目本身，佢可以帶嚟幾多稅收，直接嘅經濟上嘅貢獻，而係佢推動整個澳門社會發展裏邊嘅整體效益。所以咧，一定要留意，就係經濟適度多元發展，唔一定話個項目本身帶嚟幾多稅收，經濟上貢獻幾多，但係佢帶嚟嘅總體嘅經濟社會效益，聯動到推動到其他行業嘅經濟發展，完完全全就係經濟多元發展需要一個綜合上嘅一個考慮。你正話講嗰兩個大項目，就係我哋自己澳門，而且正在諮詢緊嘅項目。國際大學城深合區，但係呢啲大學城嘅主體建設係我哋自己澳門3所大學去進行跨境流動，佢哋將來嘅規劃都係國際化，所以呢，習近平主席同埋今次述職裏邊，佢睇到我哋係起步啦，係規劃，所以給予充分嘅肯定。我哋嘅發展方向，話我哋咧，阿溫就喺呢度啦，有進步，因為推進啊嘛，大家一齊齊心協力啦嘛，係一個好明確嘅方向、時間表去推進。